想喺 Bitget 玩 Crypto， 記得安全最重要。第一步，去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 Bitget App， 註冊開戶快又方便。開戶時，只需要輸入你個電郵同設定密碼，過程好簡單。用我專屬邀請碼，仲有50%手續費減免 Tudy， 記住唔好錯過。輸入推薦碼就可以享受專屬手續費優惠，新用戶就更加抵玩啦！而且同時保障自己資產安全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 set up EFA。登入之後，去到安全設置揾返 Google 驗證碼或者雙重驗證呢個選項，撳入去就會見到設置頁面。跟住指示下載 Google Authenticator App， 將 Bitget 俾你個 QR code 點落去，或者手動輸入密鑰。Bitget 就會同你部手機連結埋。每次登入或者提幣之前， Bitget 都會問你啱啱 Authenticator App 生成嗰6位數字，咁就確保得你自己可以操作戶口啦。搞掂晒之後，成個 EFA 設置好簡單就完成咗。記得安全第一，有咗雙重驗證，資產就穩陣好多。如果你仲未開戶，快啲去 Bitget 登記啦，有50%手續費優惠，安全又抵玩。